頭條日報 P32 港民5里38林國成2015年8月4日正負能量分界線自千百年以來，有一重大議題一直在中國玄學上有很大的爭辯，就是命運能否改變。奈何從前並沒有系統的大數據分析。從美國著名的大衛霍金斯博士在他的著作《Power and Force》內裏詳細的研究給我們很多的啟示。他將人類的意識能量分為17個級別，由1至1000的頻率，頻率越大能量越大。他將正負能量的分界線定在200 200以上是正能量的開始。世界上超過85%的人都在200以下，這樣便能解釋大部分的人是逃不過命運的規限，亦如金字塔的道理。正能量意識的人群如在金字塔頂屬比較少數。有一點很有趣的是，留意身邊研究命理的大師，常說替人算命時應盡量說法正面，但往往有些大師在替人批命時態度和潛意識都偏向負面，如命運安排是這樣，誰也逃不過等。被批命者的意識能量愈低，負面意識便愈容易狠狠打入被批命者的潛意識，鐵口一斷，大師的批命準程度便會很高，但負能量應運而生，循環不息，所以誰願意做一個斷不準的大師？唯有論命時愈狠才能演繹得更準成，顯示其功力，更令當事人徹徹底底留在金字塔的底部。在霍金斯博士的研究提及到要提升正能量離開分界線以下是很不容易的，就和中國的傳統觀念要離開三界五行同樣困難一樣，需要很大的力量和方法，這容後再談。現在先了解這條重要的分界線。分界線以下全是負面的意識，如驕傲、刻薄、憤怒、仇恨等，但最差的負性頻率是報復和蔑視心。而在頻率200以上的意識亦是完全正面的慈悲、包容、平和、喜悅等，而最高的頻率是正覺開悟。就如很多不同宗教的成就者，要超越這個困難，要從正負分界線開始研究。在頻率200分界線的意識是勇氣和肯定，亦即是願意付出努力去嘗試。這個很有道理，永遠講的比做的人多。毅力和行持是所有成功的基礎，所以要進步邁向另一個台階，凡事都培養願意犧牲和付出的勇氣，而且對自己所做的有肯定信心，這才是第一步。能行出第一步的人確實不多，周邊往往有很多人會說一大堆振振有詞的理由放棄，甚至慫恿你一齊放棄。電郵地址 Bruce Lam South Mail 林國成。馮州宜見報。